欢迎继续等来到新闻的现场，继续要来关心5G头一个阶段，这个牌已经审核啊，这个路标的总金额算的1380亿8100万，引起一寡消费者烦恼，讲到时阵这个5G 电信费用敢会变做贵松松，民众变做用袂起。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 NCC 讲有信心会当互5G 的服务优质继续默续，也毋过学者煞咧闹开，认为讲卖啊贵，总讲一句也是正面的出钱。消费者可能会负担本钱，有电信专家认为讲，业者一定会把本钱赚倒转来。即马1月日的租金金额，算的应该是899块到1004块。经过27天261回合，5G 头一波频谱竞标总算伫16号结束，总竞标金额冲到1380亿8100万，超过本地政府设定的400万亿的目标真多。延续世基这个所谓的直优价廉的这个精神。大家民众烦恼到时阵5G 的费率会足贵的 ，NCC 先出面互大家放心。这届竞标的3个频段，甘那顶回4G 竞标留落来的1.8 GHz 无人竞标，3.5 GHz 的是中华电信标到上大边宽90 MHz， 刷落是远传电信台湾大哥大甲台湾之星。另外28 GHz 得标的名单有中华电信远传亚太甲台湾大哥大，其中上适合5G 的手机用的3.5 GHz 上好的频段，看卖标金，台湾1364.33亿，金额世界第3名；加纳斯第1名，意大利的1512亿，甲第2名德国的1421亿，超过南韩。这么贵的标金，到时阵敢会算伫消费者的头壳顶？电信业者出面回应，5G 的应用场域，那这个等等呢，这个应该是非常多元化的哈。所以这个应该未来的资费也会相对非常多元，一切以满足客户的需求为依归。看卖其他国家5G 的费率，南韩一个月1500到4000，普通在人用的上少爱2000块；德国配合手机5G 在人用一个月速度较紧的2700块，普通的方案买2440。不过有专家分析，未来台湾5G 的费率应该袂比今卖4G 贵伤多。资费还是会落在大概1200附近的，你还是要先去养出这群消费者之后，像是那些串流业者才有办法跟进。远传电信嘛讲，希望政府会当参考美国成立5G基金的做法，为标金内底拨一半出来，帮助电信业者建立5G，甲成本压好价，照顾民众。刷落来2月2日进前，5G业者甲协商频谱的位，若超袂好势，就改